再介紹一次自己先，咁我係譚兆廷老師，係生涯規劃教組嘅主任。咁啊，接住嚟咧就用大概1個鐘頭鬆啲嘅時間咧，向各位去解釋下我哋選科嘅一啲安排。咁事實上咧，大家如果有簽到將 E-Class 回條嘅時候咧，有一欄咧就問大家 Q&A 啊，有冇啲關於選科上面嘅疑問？呢一刻想問嘅，咁啊收集下大家嗰個即係問題啦。咁啊，都收集咗都好多問題，有啲係上年嘅，有啲係今年，即係各位家長嘅問題。你打咗落去呢，應該都會見到㗎啦，喺個表裏面。我嘗試做咗一個大嘅歸納，用人做嘅，唔係人工智能。OK， 係啦，用人做嘅，離不開呢，都應該係呢7大範疇。咁啊，有啲同學可能或者家長會問啊，點樣去幫小朋友了解某啲科目讀啲咩啦？尤其是一啲冇讀過嘅科目。咁啊，有啲家長又會疑問啊，我哋個選科制度係點㗎？聽隔離學校講呢，係嗰科排名去派位嘅喎，係咪？我想入 Cam， 跟住然後 Cam 考到第一，咁無論其他名次係點都唔理喎，係咪咁呢？今日會將所有嘅資訊交代晒俾各位家長同同學聽。我夠膽講，應該大概8至9成到嘅問題都解決到㗎啦，剩翻嗰1、2成嘅問題，我見到係有啲比較 personal 個別嘅問題。OK， 有啲家長我會個別覆返你嘅，亦都有啲即係問題呢。好老實講，今日大圍嘅講座呢，未必 touch 到。不過大家放心，其實大家如果有嗰本選科手冊呢，揭起上嚟嘅時候，頭1、2版我印象中應該都會見到我哋成個生涯規劃教組嘅團隊呢，其實係非常之豐富，都應該嗰4間英中冇咁多人㗎啦，係我哋呢間咁多人嘅啫。OK， 我哋有10幾位同事呢，都係做 career 嘅。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有啲個別嘅諮詢，係想做嘅話呢，歡迎致電我哋，咁我哋會再個別去幫一幫個小朋友。我哋都明白，有時有啲嘢好 personal， 未必話真係可以大為講座可以解決到嘅嚇。咁啊，今日呢，解下我哋嘅講座啦，呢個零鐘頭我哋會 touch 到啲咩嘅部分啦。首先我會講下啲基本嘢嘅，有啲生涯規劃嘅觀念啦、選科嘅一啲原則啦，同埋成個日程係點樣樣啦。咁跟住接住嚟呢，我就會請咗我哋組裏面另一位好重要嘅老師啦，黃斌老師啦，去簡介下高中嘅一啲即係選修科嘅制度啊，係點樣樣啊？或者其實成個高中，我哋成日都會分為 Cat A、Cat B、Cat C 3個唔同組別嘅課程。有啲家長可能會聽過，究竟我哋學校個安排會係點呢？咁轉頭黃 Sir 同埋我哋嘅即係唐瑞良副校長呢，學務組嗰邊嘅副校長呢，都會交代得清楚嘅。咁另外大家好關心嘅，即係話我哋嗰個選修科嘅派位啊、原則係點啊？咁啊都係阿唐 Sir、阿唐副校嗰邊會講啦。咁然後你會見到呢，同其他學校可能有少少唔同，即係好多學校呢都只係會講啊，我哋中4個安排會點，個 structure 會係點，個組合會係點。但係呢個 talk 呢，我想俾到大家各位呢，係諗得再深層次啲。咩叫深層次啲呢？我成日形容呢，揀科呢有2個好重要嘅維度，一個維度呢，就係由微觀啲個人因素諗到啲宏觀嘅社會因素，一個維度呢，就係嗰個長遠性。咩意思呢？即係話而家其實你中3選科呢，有啲同學揀咗個組合之後呢，都決定咗將來嗰個同學究竟可以 Form 6嘅時候 JUPAS 揀到啲咩科，或者揀唔到啲咩科。而 Form 6揀到啲咩科，揀唔到啲咩科，亦都某程度上決定咗佢哋將來嗰個職業嘅路向。簡單而言一句就係中3選科係非常之至關重要，呢個決定係真係好難做，所以呢，我有責任呢，就係從嗰2個維度呢，同大家去解釋清楚。有一 part 呢，我會特別講啲長遠大專修身嘅嘢，同中3係有關係嘅。咁啊，去到最後嘅時候呢，我哋都邀請咗2個同學呢，係 Form 4嘅同學呢，嚟到做少少分享啦。跟住我哋級嘅統籌呢，陳嘉瑩老師呢，都會去講解下即係整體嘅一啲表現嘅嚇。好啦，咁啊有啲好理論性嘅嘢呢，咁阿 Sir 就 skip 啦，時間關係，啲大嚿教授講嘅嘢我就唔講啦。咁啊反而呢，即係我想講啲乜嘢呢？阿 Sir 做咗即係10幾年嘅 career 老師啦，嚇，即係我都教咗10幾年書噶啦。咁啊，如果你話總結呢，究竟生涯規劃做啲咩呢？好簡單嘅啫，就係呢句，幫自己嘅小朋友、幫學生去了解自己嘅一啲個人特質。我哋喺 career 嘅世界上面呢，有個 term 嘅，叫做 VASK。V 即係 values 一啲工作價值觀啦 ，attitude A 即係一啲工作嘅態度啦，跟住 S 即係 skill 技能，同埋 K 就係 knowledge 知識。離不開一個個人嘅特質，都係呢4大嘅層面。我哋會有好多方法去幫佢了解自己嘅 VASK。當然在座嘅家長都可以去到最嬲尾嘅部分，我都會講下家長喺選科生涯規劃上面可以有啲咩角色咧發揮到嘅。OK， 咁啊，如果你連覺得呢一個咁嘅定義都係好困難去理解呢，咁我俾你4隻字啦，
第一，知己，知道自己個小朋友係咩人，讓佢認識自己一個咩人。第二就係知彼，知道世界個發展係點，個趨勢係點。究竟我哋將來可能譬如 AI、Big Data 點樣改變成個職場嘅世界？轉頭我都 touch 咗少少。OK， 佢哋要知嘅呢代對我哋個影響，對我啲30幾歲嘅影響，20年後冇咗呢份工，提早幾年退休。但如果對於各位同學30幾歲先嚟失業呢，係可以好大鑊嘅，係咪？所以轉頭我都會講一講我哋有啲咩方法讓佢了解到多呢一樣嘢。所以呢，知己知彼啦嚇。咁啊，成個過程裏面呢，我哋都希望呢同學係可以自主性係高啲嘅。即係黃兆清嘅學生呢，不嬲俾我哋個感覺都係好乖，所有嘢做足。不過問題就係可能嗰個自信心啦，或者嗰個自己主導性呢，個主動嘅動機呢，都係比較弱咗少少。所以家長呢，不妨個角色就係做多啲鼓勵啦。無論係你定還是我，作為一個 career 嘅老師呢，其實都係一個嘅資訊嘅分享者或者一個促進者。希望各位同學可以做一個呢，我哋叫 informed choice， 都係我哋 career 世界一個好常用嘅 term， 就係叫做即係一個充分知情嘅抉擇啦。好啦，頭先記唔記得我講過有2個維度？第一個維度就係講長遠性，轉頭我有一個部分會講。先講第二個維度，係微觀去到宏觀。微觀嘅即係個人了解嘅嘢，無論你嘅性格、能力、特質、人生價值觀、人生目標，我哋有啲咩方法可以幫佢呢？第一，自我反思。而家唔係小學揀中學，而家唔係幼稚園揀小學，其實佢哋活咗10幾歲人呢，大體上都知自己個性格特質、能力嘅傾向係點。OK， 都可以做少少個人反思。我哋有啲工具會幫佢，例如係講緊一啲標準化嘅心理測驗啦。咁啊，我哋喺2個 cycle 前都講過㗎啦。OK， 我哋其實會幫同學了解自己性格嘅一啲特質同埋甚至強項啦。如果你能夠揾到一啲同自己性格、能力、特質、強項相符合嘅一啲選修科，甚至大學嘅學科去讀嘅時候呢，我哋話將來佢個滿足感以至個人生嘅幸福感呢係會更加高嘅，都回應緊我哋正向教育嘅嘢啦嚇。咁啊，另外啦，就係講緊我哋仲有其他 parties 都會幫佢嘅。記唔記得頭先我記得係咪情婦校都有講過？我哋每年都會做一個舊生分享會。呢個舊生分享會呢，唔係淨係俾 Form 6揀 JUPAS 嘅同學。2年前開始，我哋加埋中3嘅同學，俾佢哋去聽。9月尾嘅時候做咗㗎啦。OK， 我印象中都90幾嘅同學有翻到嚟聽嘅，非常之好。甚至我亦都叫大家做反思，唔係聽完就拍拍籮柚走，係咪？而係聽完之後試下諗下同自己個升學個關係係點樣樣。我哋好多老師都讚翻啲同學嘅寫反思或者交反思俾我哋嘅時候呢，我哋見到好多同學甚至比中6級嘅反思呢仲深度。可能唔知係咪中6已經可以改變嘅唔係咁多，但係中3你哋嘅可能性、你哋選擇嘅空間呢，其實係比較大。OK， 咁所以我哋都會安排呢啲活動去俾所有同學參加啦。咁跟住啦，嚟緊下個學期呢，我哋都會有啲選修科嘅講座嘅。好多同學可能都對某啲選修科唔係好知個 nature 個學習性質係點樣樣，所以其實呢已經即係應承晒㗎啦。我哋超過10位嘅科主任呢，大家喺嗰個書仔裏面都見到晒邊個同事係科主任嚟。即係如果你個別有困難、個別想知道，亦都可以揾嗰啲嘅科主任去傾。咁科主任都應承晒㗎啦。嚟緊我哋呢，下學期有4節 Day 1嘅 Assembly 呢，係邀請咗啲科主任咧去逐科同大家講解佢個科讀啲乜、學啲乜，個 assessment 個評估嘅方法係點樣樣。OK， 所以絕對會幫到各位嘅即係同學嚇。咁啊，然後咧再宏觀啲啦。頭先我都講過，即係而家個世界係 AI 嘅年代，所有嘢都係講 big data 加 AI 加，係咪？所有傳統嘅行業都俾 AI 顛覆緊，包括你哋小朋友將來嘅職業。所以我哋要早少少讓佢哋了解究竟呢個因素點樣影響緊佢哋將來就業嘅世界。亦都講啦，應該係全個荃灣區得我哋有㗎啦。OK， 就係講緊我哋喺生活與社會科嗰度呢，做咗一個 curriculum integration， 即係做咗一個課程嘅統整。佢哋4大單元裏面其中一個單元全部都係講生涯規劃同埋未來成個職場點樣因為資訊科技而影響。OK， 咁呢個單元我哋 run 咗幾年㗎啦，之前我哋都喺教局嗰度做過分享添嘅。OK， 呢個單元，咁所以呢，即係都應該會幫到各位同學去了解，究竟 AI 年代邊啲職業將來可能係真係好大機會被淘汰，邊啲可能係會有即係啲新機嘅，甚至可能比較 promising 啲嘅個 career prospect，咁佢哋要了解多少少啦。好啦，最後
真係個人嘅問題嘅話咧，我哋都歡迎各位家長同埋即係老師同埋同學咧去約見我哋嘅班主任啦，或者即係 career 嘅老師嘅嚇。嗱，成本書咧好多內容，我嘗試即係50幾版，我真係冇辦法做版檔講。咁啊，我嘗試咧 highlight 幾個部分，大家可以一路揭下 ，OK 可以揭下，攞咗個 concept 先，翻屋企可以慢慢睇。先講第2版就頭先我講嘅呢個圖啦。你要讓你嘅小朋友明白咩叫一個 informed choice 咧，離不開都嗰幾大因素。OK， 翻屋企可以諗下呢幾個因素，我哋點樣可以幫我哋嘅即係小朋友 explore 下啦 ，OK 探索下啦。跟住8至11版咧，轉頭阿唐瑞良副校長咧會針對呢幾版去解釋下俾各位家長聽、同學聽，我哋個選修科個政策、個限制嗰啲條件係點樣樣，啲好遊戲規則嘅嘢。咁啊，轉頭阿唐副校咧會講得清楚嘅呢個位置。跟住然後26至33版咧，就係我再接住會講嘅嚇，咁啊就係關於同大專升學嘅一啲關係啦。跟住咧39至51好得意嘅，頭先我咪話咧，我哋好多活動去幫同學去了解自己，跟住去即係尋找下職業咁嘅，係咪？佢哋嘅反思大部分都會寫咗落去39至51，有啲可能做咗噶啦，譬如個 alumni sharing 嗰度咧，嗰舊生分享會咧，好多同學都寫咗落去噶啦。有啲嚟緊嘅活動咧，都會用到嗰本書仔嚟做反思，所以成份嘅書仔咧，我希望家長可以不定期地同啲同學去揭下，一齊去傾下，甚至有啲 guiding question 咧，我喺最嬲尾嘅部分咧，我打咗出嚟嘅。即係你話就咁坐喺度傾，其實即係傾啲咩咧？係咪親子溝通都要有方法㗎嘛？有啲問題㗎嘛？係咪？咁所以咧都教晒大家喺52至54版嗰度，轉頭都會 touch 到少少嘅 ，OK？咁啊，最後啦，55版亦都係我先講咗呢版先啦，啲好 technical 嘅嘢就係個日程嚇。咁啊，今日我哋而家11月啦，我哋做一個選科講座啦，之前做咗個舊生分享會啦。咁跟住咧嚟緊呢2個月咧，有啲同學做咗個心理測驗㗎啦，有啲 technical 連我知道有啲問題嘅，遲啲再同大家交代翻你哋個安排可以係點樣樣。跟住下學期正如頭先所講，有科主任講座，甚至咧呢個位置咧都特別留心啊，因為咧我哋選科咧係會選2次嘅，第一次係叫模擬選科，大概喺3、4月嗰度，我哋會利用同學嘅上學期嘅總成績咧嚟到去做一個派位 ，OK？ 根據你初步嗰個選科嘅方向，一嚟可以試下個 system 點用，我哋一個校本嘅 Google Form 嚟嘅。二嚟咧就係講緊我哋都想睇下究竟同學嗰啲選科嘅傾向係點啦，我哋有冇啲咩需要調整咧？喺即係嗰個選修科嘅組合上面等等啦。咁所以咧4月份嘅時候咧，應該會做一個模擬選科，然後大概完咗，我諗5月度啦。OK， 我哋會發放嗰個結果，你就知道原來 based on上學期嘅成績能唔能夠入到你心目中想入嗰3科嘅選修科啦。OK 嚇，咁跟住7月先至真正做嗰個選科嘅。OK， 咁啊個結果大概咧就係7月8號到我哋會公佈。如果真係有啲咩嘅微調嘅話咧，咁我哋都會 through eClass 嗰度去即係發放翻俾各位家長聽。如果唔係嘅話，基本上應該就係跟呢個流程㗎啦嚇。OK， 好嗱，我講咗好多啦，一啲開場白嘅嘢同埋一啲簡介嘅嘢。接住嚟咧，我先交俾我哋組嘅副主任阿黃斌老師咧，會同大家去講解一下高中究竟成個結構會係點樣樣嘅。佢會特別針對我哋叫 Cat B 同 Cat C 同埋 OLE 嗰部分去講。不如我哋俾掌聲啊，黃斌老師，唔該晒。好。喂，好，各位家長同埋同學大家好啦。咁我係黃斌老師。咁呢個部分咧，我會介紹下高中咧嗰個嘅成個學習嘅範圍同埋課程㗎。咁係啦，咁我哋成日講咧，大家以為高中咧選科嘅時候咧，大家就會諗，咦，唔係選呢一個嘅理科、商科或者文科或者我哋講 VA 呢啲科目咧？咁其實咧喺現時嘅高中嗰個課程框架入邊咧，其實係唔止嘅。嗰度咧就係我哋講主科再加選修科咧，係我哋講嘅高中甲類嘅科目。咁其實喺高中仲有 Cat B， 即係乙類應用學習科目，同埋丙類其他語言。咁同埋咧仲有一個就係其他學習經歷。咁呢幾項咧，其實都係高中咧非常之重要咧嗰個嘅部分啦。咁其實我哋講緊同學咧喺學校修讀咧，就係4個嘅核心科目：中英數同埋公民，以及咧就係喺高中嘅選修科目入邊咧選3個。咁其實仲有一個乙類咧應用學習科目同埋呢個丙類咧，轉頭咧我會花多少少時間去講。咁呢度咧我會先介紹下我哋講嘅其他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簡單嚟講，其實就係現時教育局希望同學咧嗰個嘅成長入邊唔係淨係讀書，希望佢哋有一個全人嘅發展。
咁所以呢度其他學習經歷，我哋叫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 咧，大概咧有5個範疇，就係德育、社會與工作相關嘅經驗、藝術發展同埋咧體育發展，就有呢5個。咁家長就會問：咁呢個同學升大學有啲咩關係呢？其實喺之前我哋有個 O1E 講座咧，大概介紹過。咁呢度同家長大概講講。簡單嚟講就係同學咧升咗高中之後，其實我相信佢哋會有唔同方面嘅表現同埋參與啦，可能服務學校啦，可能比賽啦等等。咁呢一啲嘅其他學習經歷呢，就會構成呢同學呢報大學嘅時候，學校會幫同學呢去整一個學生學習概覽，入邊呢會羅列咗呢同學喺學校所有嘅成績啦、科目嘅表現啦，同埋呢同學嘅自述啦，同埋呢個其他學習經歷。而當中呢，呢一啲其他唔同嘅學習經歷，同學呢係需要精選10項作為佢哋嘅 OEA， 即係比賽活動經驗同埋成就。咦，聽落去好似好複雜。簡單嚟講就係，當大學喺度選同學嗰個嘅邊個入讀嘅時候，咁第一個考慮當然係成績啦。咁但係如果出現咗同學個成績同分嘅時候，咁會點呢？咁大學呢就會考慮埋同學呢喺其他方面嘅表現，就係睇呢一度 SLP 同埋我哋講嘅 OEA。咁第二樣嘢，我哋知道大學呢依家好多科都會面試㗎嘛。咁啊，大家咧家長如果真係好有興趣對於呢兩個了解咧，你可以上 JUPAS 嘅網站有一個比較詳細嘅解說。其中一個佢講法咧就話，大學面試嘅時候咧，其實會考慮埋同學咧喺中學其他方面嘅表現，即係我哋講喺其他方面嘅成就或者服務。佢希望選一個同學咧唔止識讀書，仲有全人發展。咁但係咁講係咪同學高中就做好多活動？唔係，其實嘅意思就係話咧，同學喺注重成績發展之餘，都要兼顧其他方面嘅發展。咁希望大家咧就同學去到高中嘅時候咧，千祈冇諗住咧就係讀書，但又冇諗住咧就係玩，其實係互相平衡。咁希望大家咧就呢個位上面，希望個信息可以傳遞俾家長。咁點解中三我哋呢度同同學講咧？就係如果我哋去到中四、中五嘅時候先講，咁啊同學可能到時當你想寫啲嘢落去嘅時候，就發覺冇嘢寫啦。咁所以我哋希望中三呢一個家長會咧，就帶俾個信息俾家長，就係同學其實佢喺學習之餘，佢需要兼顧埋其他方面嘅表現嘅。咁另外呢，高中嘅課程當然除咗我哋講甲類，咁甲類轉頭堂副校會同大家再詳細説明啦。咁呢度呢，我會介紹乙類同埋丙類呢一個嘅學習範疇。咁簡單呢個乙類呢，我會講得比較短少少嘅。乙類呢，其實呢度有大概16個範疇，58個科目，根據2025年嗰個嘅數據啦。咁呢度包括咗有一啲嘅創業學習啦，有啲係 IT 啦，譬如工程同埋生產啦，或者應用科學啦，有啲係商科啦、市場營銷等等。咁呢啲其實應用乙類學習科目呢，係希望呢就幫同學呢去銜接同未來工作相關。不過喺呢度就同大家嘅選科未必有一個好直接關係住，因為點解呢？呢個乙類科目呢，其實係喺大家呢中四升中五嘅時候先至去揀嘅，得唔得？中四升中五，大概3、4月嘅時候，如果同學真係有興趣，咁我哋到時咧會向家長發個通告，咁啊邀請有興趣嘅家長嚟聽。咁不過呢，喺黃少清嚟講呢，我哋相對嚟講就比較少同學去報讀呢一個嘅乙類學習科目。簡單啲就係因為乙類學習科目有佢嘅限制，其中一個限制就係佢喺等級上面呢，佢最高只有得 Level 4。但係 DSE 你知道有 Level 5 star 嘛？咁但係呢一個嘅乙類科目呢，佢最高只係 Level 4，以及呢喺大學嚟講呢，並非所有大學呢都會呢當佢係一個嘅科目選修科目去睇嘅。咁呢個我哋去詳細啲呢，就等中四升中五嘅時候呢，再呢就同家長呢就去説明啦。咁另一個呢，就講丙類啦。咁丙類呢，就因為我哋見到今年中四即係上年中三嘅同學啦，其實都有唔少同學去報讀嘅喎。咁其實丙類呢，就係講緊呢係大家讀緊中英文之外，其實另外嘅6種語言就包括咗法文啦、德文啦、西班牙文啦、日文、韓文同埋烏爾都語。咁我相信最尾嗰個應該唔會有同學有興趣嘅。咁但係我哋過往呢，都有唔少同學呢都報考呢上面嗰啲嘅課程。咁呢一個丙類其他語言科目呢，係同學中四嘅時候可以開始修讀嘅。咁修讀嘅時間呢，就係逢星期6上堂。咁啊，其實聽落去好似唔係好明。我有幾張 PowerPoint 咧，呢度簡單啲説明啦。咁你可以望一望呢，上面呢有一啲嘅箭嘴指嘅地方。第一個就係呢5種或者我哋講6種語言啦，佢嘅考試機構
其實咧就現在並不再由考評局考核嘅。咁就呢一種語言嘅呢啲語言嘅官方機構安排。咁即係話佢哋個評核嘅機制咧，就係跟官方語言嘅操作模式去運作。咁即係咩意思呢？一般嚟講，呢啲語言呢，全部都係能力試，即係話如果你嘅能力達到佢最上級，佢就會俾嗰個分數你，明唔明啊？咁即係譬如話，如果我有100個學生去考，100個學生都考到最好嘅，就會俾到最上級嘅分數。咁但係同香港我哋講緊選修科考試有唔同嘅地方，就係佢有唔同等級嘅比例。咁所以呢個嘅其他語言呢一個呢，就冇呢個限制，因為佢係一個能力試。咁第二呢，就係佢考嘅範疇啦，就係聽説讀寫。除咗呢一個韓文之外，其他全部都係聽説讀寫。咁有少少高中英文嗰個考試模式啦。咁考嘅時間呢，咁呢度中三升中四嘅同學，如果冇記錯，應該係2029年考 DSE 噶嘛。咁佢呢一個嘅其他語言呢，就唔係同 DSE 同一年份同一時間考嘅，佢會早一年考。咁即係話，譬如如果2029年考嘅，咁就會喺2028年咧考咗呢一啲嘅語言。咁啊大概咧就係即係有啲語言就3、4月啦，有啲就7、8月。咁即係有啲係同學嘅中5嘅下學期，或者中6嘅上學期，就會完成整個嘅丙類學習嘅語言科目嘅學習，再加考核，就咁樣啦。咁同學最關心一定係分數。咁點解我哋講咁多咧？就係你會睇呢一個嘅丙類呢一個其他語言咧。同乙類最大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冇一個等級嘅封頂，因為乙類最高就4，但係丙類就唔同啦。大家可以見到入邊呢，譬如以 N 就係講緊日文嗰個嘅能力試啦。如果喺同學考到 N1 喺香港大學、科大同埋理大呢，佢會將佢呢當一科呢5星星，同一時間係咩呢？係8.5分去計，即係等同於大家喺嗰科選修科或者主科你考到5星星。然後再倍帶到8.5分。咁有啲其他大學，譬如中大或者其他幾間點樣計呢？佢都會當佢5星星，即係如果考到最上級嘅話。咁但係呢，佢係計7分嘅。咁啊，每一間大學佢哋有唔同個計算模式。其實呢一個計算模式會少少調改嘅 ，OK 係啦。即係譬如有啲大學後來都將佢本身都係7分加到去8.5分。咁就對於過去我哋有同學考過上面都覺得成績都幾唔錯。咁啊。同學聽到咁多，可能有啲同學本身呢都有啲興趣，咁可能會諗，咁我啱唔啱讀呢？或者你可能會有唔同嘅疑問，對於呢個丙類嘅學習科目啊。咁呢度我哋羅列咗呢一啲同學或者家長呢以前問嘅問題。咁第一項就係，如果我嘅小朋友真係過去咁多年，其實真係冇學過喎，我係零基礎，咁點呢？啱唔啱讀呢？或者出邊有好多人已經讀咗咯，OK？咁我再讀埋書咯。嗱，首先。呢一個嘅丙類，我哋講其他語言科目呢，其實係喺香港浸信會聯會專業書院提供嘅課程，其實係政府同埋呢一個機構一齊合辦嘅。咁佢講到明中四所有修讀嘅同學，理論上個基礎都係咩呢？都係零學習基礎。咁所以同學去修讀嘅時候呢，大家都係同一條起跑線上面，絕大部分同學。咁如果同學就話：喂，有啲人真係佢中一已經讀緊喎，或者小學都讀緊喎，咁點呢？其實唔使驚，因為呢個其他語言學習科目呢，佢係個能力試，佢唔會因為人哋考得特別好，然後我可能排99，但係雖然我考到100分，咁然後佢唔俾我，唔會係啦。佢總之你達到個能力個標準嘅要求，佢就會俾個相應等級嘅你，唔會有個人數上面嘅限制。咁第二就可能有啲同學佢唔係好確定自己嘅興趣喎，即係我大概可能有同學都話：我大概自己自修咗半年啦，或者我自己上網睇過啦。我有時候聽過日文或者韓文歌啦，我唔確定自己得唔得喎。咁為咗呢，我哋希望呢，讓同學有一個比較好嘅體驗先。咁我哋今年呢，學校呢就決定呢，嚟緊呢喺上學期，其實差唔多係下個禮拜就開始去發呢個通告出嚟，就係我哋會喺11月27號、12月4號同埋12月11號同埋12月15號呢，就提供呢一個嘅韓文嘅體驗課程。咁如果同學有興趣嘅話呢，可以同家長聯絡。我哋會喺禮拜一呢，就發呢個家長通告。咁費用係幾多呢？90蚊，係4堂加埋90蚊，就唔係每一堂，係啦。咁所以呢，如果同學真係有興趣嘅話呢，你可以同家長講定先，係幫你報一報。咁我哋都有咁講嘅，其實我哋嘅通告發俾全初中，但係中三同學會優先，因為我哋知道中三同學中四選科可能會同學考慮。咁所以呢，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呢，你可以留
呢個通告。咁如果有啲同學表示話我對日文有興趣嘅，咁呢個日文呢，我哋會喺下學期再舉辦。咁呢一個其他語言嘅課程報讀呢，大概係2026年5至6月呢一個時段呢先開始嘅。咁所以喺呢個之前呢，我哋盡量呢都會俾呢兩種語言呢俾同學去試咗先。咁至於法文、德文同埋西班牙文呢，因為以前報嘅同學相對少，咁所以我哋今年就冇開辦相關嘅體驗課。咁至於佢高中如果真係修讀同學出去上呢個課堂，其實係會唔會有好大嘅財政上面嘅負擔呢？咁啊放心，因為呢個課程呢，其實係教育局同埋呢一個嘅浸信會嗰個機構咧合辦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其實係有政府嘅資助，同個修讀呢，全部係唔使錢嘅。咁啊第四就係頭先我哋都解答咗呢條問題，以前好多同學都擔心呢樣嘢，就係呢個有冇人數上面限制呢？咁我頭先都話冇啦 ，OK 係啦，呢度就唔再去長講。咁申請程序頭先都提過嘅。就係呢一個嘅，其實幾時就報呢？就出年嘅5、6月嘅時候，咁到時呢，我哋會發呢一個嘅家長信呢，就統計同學報讀嘅意向。咁如果家長同埋同學真係有意報讀嘅話呢，咁你到時就記得去剔翻參加就得㗎啦。OK。咁當然啦，講得咁好，會唔會有啲困難遇到呢？咁呢度其實我估亦都係最多同學遇到嘅困難。咁啊，就係第一呢一個嘅其他語言同呢一個乙類都係一樣嘅，都係逢星期六去上堂。每個禮拜六，咁即係同學咧會喺禮拜平日星期一到星期五上5日堂，由星期六咧再出去上堂。咁呢個你會諗下點樣去平衡大家嗰個嘅學習喺校內嘅學習同埋呢個丙類嘅語言咧，去攞個平衡點咧？咁第二，其實咧呢一個修讀並不能取代咧原本同學高中選修嗰3科嘅。咁同學係喺原本高中選修，我哋講喺主科4科，再加3個選修啦。額外修讀嘅，其實可以話係第4個嘅選修科嚟嘅。咁所以同學咧就相應嚟講咧，嗰個學習嘅量一定係多嚇。咁所以呢個就好睇同學點樣去分配個時間。咁如果同學咧或者家長對於呢一個嘅丙類學習非常之有興趣嘅話咧，呢一個就係佢哋官方提供嘅學習課程嗰個機構。咁啊家長可以掃描呢個 QR code 啦，基本上面佢會有齊所有呢一個嘅丙類語言課程你要知嘅資訊，包括埋佢上堂嘅時間表。咁家長咧就可以掃描呢個表。咁如果同學真係有啲興趣或者唔確定，好簡單，你真係可以試下報下我哋體驗課，睇下啱唔啱你先，好唔 OK 啊？好，咁我大概呢一個部分呢，要講嘅就去到呢度。咁啊，再將個時間就交俾唐副校長啦。好，大家好啊！咁呢度咧，我主要講 Cat A 啦，同埋咧就係講一啲咧我哋嘅選科嘅政策嚇。咁就先講講啦，就係話頭先咧阿黃 Sir 好好啦，都講咗咧就係 Cat B 同 Cat C 啦。咁希望大家都注意翻，就係話頭先咧黃 Sir 再有個 reminder，就緊記咧就係話要睇翻自己嘅情況，自己嘅嗰個時間嘅分配。始終咧就係話好多 Cat C 嘅科目聽落就好似咧就有好多嘅好處係嘛？例如港大都會咧有啲可能計到8.5分，咁但係你哋係咪真係會有咁嘅時間分配到呢？因為係第4個選修科，咁都希望呢就係話同學同埋家長都要考慮清楚。咁呢部分呢，我哋主要呢就講翻 Cat A 嘅 Cat A 呢就係話主要嚟講就有4個嘅選修科目啦，就係中文啦、英文啦同埋數學。咁再加埋呢就係話而家嘅叫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啊，我哋通常呢喺我哋黃小清呢就叫做 CSD。即係呢個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咁呢個呢，就係話個 core 啦。咁跟住呢，我哋會講下呢，就係話頭先黃 Sir 講咗，就係話 Apply Learning 啦，同埋呢就係話呢個其他語言科目。而家我哋主要講嘅呢，就係 Cat A 啦，就係話呢呢個選修科。好，咁跟住呢，我哋就睇下呢，就係話我哋學校本身 offer 嘅選修科啦。咁就例如呢，就係話歷史啦、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地理、化學、物理、生物、經濟、企管同埋視覺藝術同埋 ICT， 即係呢個咧資訊及通訊科技。咁就留意翻數學嘅 M1 同 M2 呢個安排有少少唔同㗎嚇。我哋基本上咧就係 M1 半班 M2 半班。一陣間我會講少少嘅嚇。咁好啦，咁咧 SBA 啦，呢個咧就喺中三嘅家長嚟講，同學嚟講係一個陌生嘅嘢，因為咧係中4開始先有嘅。咁我哋嘅主科即係中文、英文啦，選修科你見到啦，就係話生物、物理、化學、
中國文學 ICT 同埋 Visual Arts 咧都會有咧就係呢個SBA。咁 SBA 係咩嚟嘅咧？SBA 就係話我哋嘅老師，我哋本身黃少清嘅老師咧，佢嘅科老師咧就會咧係做一個嘅校本嘅評核，而呢個分數係會反映翻喺佢哋嘅DSE 嘅成績上邊，呢個就叫做校本評核。咁呢樣嘢咧就希望咧就係家長要留意翻嚇，同學都要留意翻嚇。就中英文啦，梗係冇得揀啦，但係選修科咧，我哋就唔係全部科都有 SBA 嘅。例如講翻開，例如你話history 呢個中史，咁就冇呢個SBA 啦。咁好啦，頭先我哋講咗啦，就係話咧呢個 Cat B 同 Cat C 啦。咁講 Cat A 嘅話咧，留意翻一樣嘢咧 ，Cat A 嘅科目就係話咧係 Level 1到 Level 5 Double Starts。咁至於咧就係話 CSD 咧，我哋基本上就係冇所謂嘅grading 嘅，基本上就係 attain 或者 not attain 嘅。咁坦白講啦，我哋學校基本上就唔會有咩學生會係 attain 唔到噶啦 CSD 嘅成績嚇，只要佢寫到啲嘢就 OK 噶啦。咁就跟住咧考試模式啦，頭先講咗啦，主要就係話用個考試方式啦。咁就係話 DSE 嘅計分，頭先阿黃 Sir 都講過，就係同呢個 Cat C 好唔同㗎。基本上嚟講，我哋會睇翻咧，就係話好有機會係同佢哋嗰個嘅有個 proportion 嘅，即係例如好簡單，可能 Level 5 Double Stars 全香港以我所知咧係只有大概1% 嘅學生攞個5 Double Stars 嘅啫，咁大概10% 左右啦，就係呢個5到5 Star 到5 Double Star， 所以咧就有啲唔同嘅嚇。咁至於你有4 or 3咁嗰啲就另一啲情況啦嚇，每一科都有少少唔同，當然個 percentage 咧都係差唔多20-30% 左右啦啊。好，咁呢個咧就係話我哋咧第8版咧就係呢個嘅選科手冊，咁大家都可以企喺第8版啦。咁入邊咧就有呢個我哋所謂嘅 X1、X2 同埋 X3 嗱。咁大家個 combinations 咧記住一定係嗱我哋係記住係 vertical 㗎，即係你係一落去睇，即係話 X1 你揀咗生物，咁你 X2 就揀第二啲嘢，即係咁嘅情況，大家要留意翻嗰個嘅選修科嘅安排嚇，就唔係打橫睇嘅嚇，係打動睇嘅。X1、X2、X3 最後嘅 X3 咧就係話有呢啲科揀 ，X2 有啲揀。咁基本上我哋黃少清嘅學生，我要強調，所有嘅中四學生都係3選修。咁呢個咧遲啲可能即係careers 嘅同事啦，或者係即係相關嘅同事都會講翻，就係話點解我哋咁堅持要3選修嚇？咁呢個係有個升學嘅因素，咁大家可以睇翻嗰個安排。咁好啦，我哋明年嘅選修科目名額呢，我相信好多嘅家長都好留心或者好關心啦。咁基本上好簡單嘅啫，我哋一般科目啊，即係例如叫 elective 啊，唔係講下邊嗰啲啊，上面嗰頭先我講啲咩 history 啊、中史點計嘅呢？好簡單嘅咋，就係將我哋全級嘅總人數除翻4。咁假設啦，平均通常我哋每一年嘅每一級嘅學生係130零個啦，咁你估計咗大概31至32個就係每一年嘅 elective 嘅 quota。OK， 咁呢個就係個人數啦。咁大家就可以諗下咯，自己嘅成績而家夠未呢？如果想讀心儀嘅科目，會唔會要再努力啲呢？咁呢個大家要諗下啦。咁M1、M2 啦，頭先講咗啦 ，M1 半班、M2 半班嘅。咁跟住啦 ，ICT 23個學生，呢個因為係受制於我哋嘅computer lab 啊，咁所以人數上就23個嘅啫。咁至 Visual Arts 啦就15個。OK， 咁呢個人數上面大家留意翻咯。咁好啦，呢一版呢，就係舊年呢，即係 careers 嘅同事好好啦，就會每一年都預備翻啲咁仔細嘅 analysis 啦。咁大家可以睇翻嗰個嘅即係分配舊年嘅分配結果，作為你哋自己同學家長嘅一個嘅參考啦。24、25嘅分配結果就係咁樣。你 X1 你見到啦，我哋就會係呢，就係呢個 by all 就逐啲咁講叫做爆咗啦 ，BAFS 爆咗啦 ，CLI 呢，就係話呢，我哋就有23個嘅學生 allocated 啦。咁或者你奇怪啦，咁阿 Sir 咁我哋點樣去決定同學仔係揀邊科或者入邊科㗎？一陣間我哋會講嚇，大家唔使咁緊張啊！即係其實咧就呢啲嘅數據啊分享咧，遲啲我哋都會咧就係俾大家知道嘅。咁大家可以係啦，呢個啦 X2 啦 X3 啦，咁大家可以見到啦，就嗰個 allocation 啊 allocated 同 quota 有啲唔同嘅有時嚇。咁呢個大家留意翻。好。大家唔使咁擔心住，總之就係話咧，家長最緊要係咩？同學最緊要咩啊？勤力讀書，知唔知啊？你勤力讀嘅話咧，就會揀到你心儀嘅科目噶啦。好，咁我哋繼續講落去咯，好嘛？好，
原則緊要啲喎。嗱，究竟我哋點樣去？或者你哋話阿 Sir 點解你哋咁樣揀嘅？我哋有原則嘅。原則第一個就係話，原則上學生升讀3X 至中六，頭先講咗啦。基於升學嘅原因，我哋有希望大部分嘅大學都係比較傾向於3X 嘅。咁我哋希望同學黃兆星嘅同學呢都係會揀3X。不過我哋話有冇退修機制呢？係有嘅。咁大家可以睇翻呢。我哋嗰本 booklet 嘅第8至11版有交代翻嘅。好，呢個係對所有家長，我希望你哋有一個好清楚嘅知識嘅原則。我哋嘅原則得一個，係以全級名次決定選科嘅優次。嗱，我想強調嘅係全年總成績，並不是阿 Sir 我今次嘅 UT 考得好好。頭先我分享過我哋嘅尖子同學會嘅名單啦，係咪啊？嗱，唔係咁計㗎。我哋嘅選科原則係以全年總成績，並不是你話中文叻啲、英文叻啲，我哋唔係咁計。我哋一落嘅啫，個冧心總成績。例如你排第幾，咁你就有個優先嘅選擇權。嗱，呢個係一個公平嘅原則，我都希望對所有嘅同學仔公平。咁當然啦，增多足少之下，無疑某啲科目係受歡迎啲，咁我哋唯有呢個方法，相對上公平嘅方法去選擇即係同學仔嘅嗰個嘅preferences 啦。嗱，第三點，同學可以利用咧坊間嘅其他資源呢，頭先阿黃 Sir 提過㗎啦，選擇應用學習或者其他語言。嗱，呢一個頭先呢我都提過大家㗎，阿黃 Sir 喺臨尾呢，我上嚟講嘅都提咗大家，我要再講多一次。我相信遲啲阿譚老師、阿黃老師喺唔同嘅場合都會再提大家。聽落好似好有着數，但係記住時間安排，星期六上堂好多嘢，你哋要考慮清楚。同埋記住外語唔係我哋想象中呢啲嘅官方嘅考核機構，唔係話你識讀個音就有俾呢個 N1 你㗎嘛。呢啲全部嘅考慮大家要諗清楚。所以我見到啦，我哋個 PowerPoint 寫住但請慎重 ，OK 好嘛？好啦。咁如果你話嗱呢樣嘢呢，我哋呢2年都遇到一個情況，就有啲同學仔好臨尾同我哋講話，阿 Sir， 我今年嘅 DSE 呢，我報音樂啊，但係之前我哋完全係冇信息㗎。嗱，我希望大家緊記啦，如果你哋外邊可能學 cello 啊、學 piano 攞到去 Grade 8啊，甚至去演奏級啊，嗱，你真係要俾我哋盡早知，同埋科主任知，咁科主任會同翻我哋講。呢啲好緊要嘅資訊，因為如果我哋唔知嘅話呢，有時我哋就完全冇概念，究竟你係咪應該去報考？咁所以希望大家緊記啦，如果你想揀體育、音樂，因為呢兩科我哋冇 offer 嘅，咁所以大家緊記啦。如果你真係話我個女啊、我個仔啊喺音樂上面啊、體育嘅造詣好高啊，咁我諗你都要揾翻相關嘅同事、科主任去傾翻，呢樣好緊要㗎吓。好啦。呢個呢係 remind 翻你哋，當然啦，而家講完之後呢，相信大家都唔記得咗㗎啦。咁不過我哋會再提你哋喺中4嘅上學期，即係而家嘅上測之後，同學係有個 entitlement， 有個權利。我哋嘅 policy 嚟講呢，係可以申請呢轉一次科嘅。不過想提翻大家，機會不高。點解呢？因為我哋係會同翻個選修科老師去傾翻㗎。唔係話我想轉科，人哋就收我㗎啦。呢樣嘢要緊記啊，知唔知啊？唔係咁樣㗎個做法。咁所以希望大家咧留意翻嚇。我哋講就係咁講，但係基本上咧，我哋嘅成功機會唔係真係好高㗎咋。OK？咁好啦，咁跟住咧就會咧阿譚老師咧就會再講翻咧就係高中選科同埋長遠升學關係。咁好多謝大家。好嗱，頭先有老師提我話，可能有啲 handouts 咧有啲家長未攞到嘅話，都可以去阿 Miss Chan 嗰度去攞翻都得嘅，舉一舉手示意得㗎啦。OK， 好啦，頭先咧阿唐副校都講得好清楚，我哋成個選科嘅制度係點樣樣，係咪啊？最多反應嘅，我見到係呢版，係咪？唔需要擔心。第一，你哋嘅 handouts 係有嘅。今年我加埋落去㗎啦 ，OK， 因為以往家長成日都問啊，上年個情況係點啊？今年唔緊要，我俾埋你睇，印埋俾大家，唔需要咁辛苦影相啦。第二，的而且確你會見到有部分嘅選修科呢，
係爆咗 quota 嘅。OK， 而且係一個幾恆常嘅情況。我舉個例子，譬如拜柯啦，拜柯年年都爆嘅。另一個例子就係 BAFS，OK 都係年年都爆嘅。BAFS 即係各位家長可能唔知乜嘢，企會財。再簡單啲講，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叫會計 accounting，OK， 佢有兩個 module 嘅，一個係 business， 一個係 accounting。我哋開 accounting 嘅啫 ，OK， 我哋係 BFS 嘅 accounting 嚇。咁所以都俾大家去做個 reference 啦。年年個情況都可以唔同嘅。譬如上年呢，大家都見到個情況，突然之間呢，啲中文修讀嘅科目呢係好搶手嘅，例如中史同中國文學。中史平時就好少可去到好爆棚嘅。OK， 咁而家上年係中國文學平時係10個樓下讀嘅，上年係20幾個讀。OK， 咁我又問翻上年度啲同學嘅原因，佢哋好多同學答咗一個答案，佢話我覺得自己英文唔好。嗱，我好想強調一樣嘢，第一，照道理呢間 Band 1英中就唔應該答呢個答案嘅，係咪？第二，英文修讀科目當然都可能比母語點都爭啲，但係唔係一個最重要因素？要去到你要扭轉嗰個選科，然後揀一啲淨係中文修讀嘅科目。我好希望家長同我傾下呢一個問題。照道理唔應該係最重要因素嘅。OK， 所以呢個位置我又停留一下，又補充翻啦。OK， 同埋都再做多一個嘅補充。頭先阿唐副校講得好清楚㗎啦。我哋係用全年總成績個排名去計算嚟派科。聽清楚咯，兩個補充。第一，我哋係組合式派科嘅。咩叫組合式派科呢？即係話，譬如你想揀 free can buy， 頭先我咪話 bio 係會爆㗎嘛。如果你嘅總成績知道自己個 biology 未必入到嘅話，你頭5個 choice 全部揀晒 bio 嘅話呢，你嗰5個 choice 都派唔到俾你嘅，明唔明？呢個叫組合式派位。不過當然唔使驚，最尾係咪會隨機派俾你啊？唔會。最後尾其實我哋個問卷嘅有一個部分咧，選科個表嘅部分呢，你會見到就係話，如果俾你任揀嘅時候，嗰11科嘅 elective 要你排一個序出嚟，你會點樣排？我哋就會按翻你嗰個序嚟到去逐科睇下邊科仲有位，跟住俾翻你。所以最尾係唔會去到隨機派嘅。有啲家長寫個問題就唔會隨機派嘛。如果排唔到嘅時候係唔會嘅。OK， 同埋呢個原則，所有科適用嗰10幾科，唯獨是係2科 M1 同埋 M2。M1、M2 係數學嘅延伸部分。OK， 咁即係又俾家長攞翻以前個感覺啦嚇，即係以前嘅附加數。OK， 話 A Maths 或者以前嘅即係A Level 叫 Pure Maths 係咪？嗱，附加數咧，因為始終佢個定位考評局係高階數學，所以 M1 同 M2 咧會係根據大家全年嘅數學總排名嚟派位嘅，唔會睇個總成績嘅。明唔明我個意思 ？OK， 所以如果你好有志讀 M1、2 嘅話，咁咧數學一定要考得好好啦。如果你好有志讀其他科嘅話，其他科我哋就會用個總排名嚟派位。我哋真係有原因嘅，因為如果我哋淨係用某一個科嚟到派位嘅話呢，啲同學最撚尾一定係會偏科。我好想入 Cam， 我 Cam 谷到99分，英文20分，你上到其實都好難讀。所以我哋唔希望同學咁偏科咯。OK， 我哋背後有啲咁嘅原則嘅。好啦，咁去到我呢個部分呢，正如我一開場所講啦，第一個維度，我哋諗揀科嘅時候呢，有個好重要嘅維度就係長短期。我哋睇嘢唔好咁短視，唔好就係話呢一刻中意邊科，呢一科好似今次考70分，嗰科考68分，所以我揀70分嗰科啦。唔好咁短視。OK， 我哋要長遠諗下，究竟嗰科配唔配合到我哋長遠嘅升學甚至就業。所以呢個部分呢，我會有3個信息講俾各位家長同埋同學聽，對特別同學嚟講應該幾新嘅一啲信息嚟嘅。OK， 第一樣嘢你必須要知道，有部分嘅大學嘅學科呢，係會睇某啲嘅選修科視為一科必須選修嘅科目。嗱，好難明白咁係咪？好似即係 contradiction， 好似有矛盾。咩叫必須有選修呢？簡單而言，大學有啲科目呢係會當咗個選修科，好似中英數咁係必須修讀嘅。即係如果假設你冇讀過嗰科嘅話呢，你就算考個狀元嘅成績翻嚟，佢都唔會收嘅。OK， 得唔得？呢個第一個信息。第二個信息，頭先阿唐副講得好清楚啦。我哋期望同學盡量讀3科去到最後。OK， 雖然有啲即係落車機制，但點解我哋一開始要規定所有方科嘅同學都讀3科呢？有啲數據轉頭會俾大家睇，你會明白個意義喺邊度嘅。同埋第3，選修科之間，我哋希望盡量做到個互補關係。
哪怕 EDB 成日宣傳嘅文中有理，理中有文 ，OK 嚇，即係多元化嘅組合。但係我哋嘅經驗10幾年嘅高中話俾我哋聽，真正好多元能力嘅同學呢，唔係咁多嘅。所以你揀啲好極端嘅組合呢，可能唔係話咁即係 advisable 啦。OK 嚇，咁所以呢，有第一個重點，希望同大家講咗先嘅，我會用啲例子，大家明白多少少。呢個係前兩日我喺 JUPAS 個網站 copy 出嚟嘅，有一科呢叫做數學精研，大家想象到啦，數學仲要數學精研 enrichment in mathematics。大家想唔想象到邊一個 elective expect 大家要讀啊？係啦 M 啦 ，OK， 家長都講到添啦，冇錯。嗱，你可以自己上網睇到嘅。譬如呢科數學精研嘅左手邊 core subject 唔使理佢啦，一定要讀㗎啦。右手邊你會見到上面第一格咧，見唔見到佢寫住 mathematics extended module 1 or 2啊？係一定要攞到 level 4或以上先至符合讀呢一科嘅資格嘅。OK， 我想帶出個信息就係話，如果你嘅子女係有啲獨特嘅升學嘅志向呢，你要幫佢睇埋會唔會嗰一科原來某個 elective 一定要讀嘅。OK， 咁啊呢個係一個幾好嘅例子。咁當然你話係咪好多呢啲科呢？我又唔夠膽講。全個 JUPAS 上面有420幾科而家，咁啊大概有20零科呢係有呢個情況嘅。另一個例子呢，比較簡單啲嘅 pharmacy 即係藥劑。大家覺得藥劑有邊科一定要讀啊？喺我哋嘅理解。係 Chem，Hong Kong U 同 CU 得兩間開嘅啫。OK，Hong Kong U 同 CU 都係一定要讀 Chem 嘅。OK 嚇，咁呢啲咪就係你有一啲好獨特嘅志向，你呢一刻就要決定，然後就一定要揀嗰啲相關嘅 elective 咯。OK，咁當然你會問400幾科我點 check 啊？我有方法教你 check 嘅，轉頭教你。OK， 好，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其實更加多嘅情況呢，400幾科裏面呢，有超過300科係呢個情況。就係叫 prefer subject。咩叫 prefer subject 咧？即係話佢又未去到一定要讀嗰科 elective 先收你，但係佢如果你讀某啲 elective 嘅話咧，佢係會加分俾你，而加分通常係以一個成倍數嘅概念。咩叫成倍數嘅概念咧？通常係乘1.5至到去乘最高，暫時我見過咧2.5。嗱，我舉一個例子又大家明啦。譬如 CTU 咧有一科讀英文嘅 ，OK。咁啊讀英文即係 expect 大家英文要好啦，係咪？咁 CTU 咧係行加分制嘅。咩叫加分制咧？即係話咧，如果你攞5嘅話咧，佢會計你5.5分；如果你攞5星嘅話咧，佢會計你7分；如果你攞5星星嘅話咧，佢會計你8.5分。OK， 8.5分。好啦，如果你英文科係攞8.5分嘅話咧，佢嗰科英文係會乘2.5倍，8.5分乘2.5倍，即係21.25，即係話你淨係英文科已經攞咗21.25分，你明唔明我個意思？好啦，我想帶出啲乜嘢？我想帶出嘅就係話，如果你對於某啲學系係好有志向嘅，你又一定要揀啱嗰啲科，而且最好係有個科目嘅傾向，個組合係一致嘅。嗱，頭先我講咗數學啦，而家我講下啲 humanities，OK，social science 嘅嘢。我舉個例子，譬如呢科咧，城大文學院同埋社會科學院嘅，佢呢一科咧係讀中文同埋西史 history 啦。OK， 我唔 sure 係咪一定冇中史嘅元素啦，唔知道。但係咧呢一科個 rating 咧，根據佢最新個網站係咁嘅，大家可以即係望下啦。嗱，佢原來 elective 咧，佢會將中史、中國文學 history 同埋 VA， 嗱 VA 都成大喎，佢會成大1.5倍。OK， 嗱你未攞到嗰個 significance， 我知道大家。1.5倍係咩概念呢？嗱，我舉個例子，有兩個同學，左手邊嗰個同學呢，佢讀 bio 同埋 chem， 佢攞2個 level 4；右手邊個同學，佢讀中史同埋 racial arts， 攞 level 3。邊個叻啲啊？左邊啦，係咪 ？OK， 好啦，但頭先我未講完，係咪會乘 1.5倍啊？右手邊嘅同學嗰啲科目 ，OK， 乘 1.5倍即係代表啲咩啊？左手邊冇得加分，右手邊乘完 1.5倍，佢係咪各自4.5分啊？咁加埋左手邊嘅同學，原來只係得8分，右手邊係有9分。假設佢中英數3科都係同分嘅情況底下，右手邊明明考少2分，其實老實講2個4同2個3嘅成績係爭都幾遠下，但係右手邊嗰個係會入咗個大學，左手邊係會入唔到。你明唔明我個邏輯？所以點解要咁早要俾所有家長同同學知道呢啲遊戲規則嘅嘢？係會影響你個選科嘅組合嘅。咁當然
呢個係極端例子。即係有啲同學即刻都會諗啦，阿 Sir 我讀開 Phy Chem，但係無啦啦我照到你又唔會即係揀中文同埋 history 嘅，係咪？不過 social science 嗰啲你可能真係會揀嘅喎，係咪？咁所以真係要睇清楚究竟嗰個計分嘅方法係點樣樣。嗱，我想所有同學同家長幫我打開你嘅選科手冊第26版，26版有帶嘅請你打開26版。26版嗰度呢，呢個大表呢，係學友社嗰邊幫手整理，以往我哋自己整理嘅，但係真係追唔切啦。OK， 唯有靠學友社嗰啲資訊。學友社呢個10零版嘅大表呢，全部講到晒頭先我講400幾科，邊啲科係一定要修讀某個 elective， 邊啲科係會加分，邊啲科係會成大幾倍。我舉個例子，呢個係 Hong Kong U 嘅。譬如果你好想讀牙醫嘅第一科牙醫，見唔見到佢生物科同埋 Chem 係有個 tick 同埋三角形啊？OK，tick 嘅意思你睇翻佢個 remarks 喎，tick 嘅意思即係話必須修讀其中一科，即係話如果你想讀呢科 dentistry 牙醫嘅話呢，你就一定要起碼有科 chem 或者 bio， 或者其實更加好係點啊？係兩個都讀 very good， 兩個都讀 OK， 因為你兩個都讀嘅時候，仲有咩啊？三角形就係兩科都會成大咗，咁你嗰個勝算咪會高啲咯。校長頭先咪 present 俾大家聽，我哋而家荃灣區排第2嘅有兩個數據，係咪？我好坦白同大家講，成績3間差唔多。嗱，第一間我唔講啦 ，OK 係有啲距離嘅，好坦白講。但第2同第4間成績差唔多。點解我哋入3大個數據會高啲？點解我哋有同學入到醫科？係個遊戲規則佢哋清楚。OK， 所以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因素。OK， 俾大家升學上面爭取多少少嘅機會。好啦，然後第3科選修科嘅意義，頭先阿唐 Sir 好強調，一定要讀3科嘅原因係咩呢？其實由10年前開始呢 EDB 都不停鼓勵我哋嘅同學去讀多一科嘅，個原因係大家可以涉獵多啲範疇，將來呢你可以多啲選擇啊嘛，係咪？喺 basic knowledge 嘅角度。好啦，然後去到第19年嘅時候呢，你都見到呢考評局都不停講嘅，其實3X 係有優勢。特別係當大學計分嘅時候，就算佢唔係要本身計第6科都好呢，如果你有第6科嘅話，係可能會加分嘅。我舉少少新聞做例子，例如呢間係科大，科大講到明嘅，如果你係 Best 5計分嘅科目，嗱第3科係屬於第3科嘅選修係屬於你嘅第6科噶嘛，中英數再加3個選修啊嘛，係咪 CSD 係唔計分嘅？再強調多一次。好啦，即係話就算你第3科 OK 考咩成績都好，隔離嗰個同你同分而佢得5科呢，你其實係會贏多咗佢少少。呢個概念我哋叫做 tie breaker。OK， 即係話呢，當你兩個人揸個位嘅時候，讀多一科嗰個好多時係會贏嘅。OK， 咁當然都有其他周邊嘅因素嘅，例如 interview 啦，例如活動啦，頭先阿黃 Sir 講 SLP、OEA 嗰堆嘢啦。OK， 咁大家都要注意啦。咁而呢個加分呢，係8間 U 都 announce 咗係有嘅。係8間資助嘅大學都有 ，OK， 甚至你講最新嘅新聞呢個又係我今年加落去嘅。10月嘅時候 ，Hong Kong U 做咗個 Open Day， 一個 Information Day。佢嗰陣時向傳媒都講，好多同學如果真係對一啲好收生高嘅科目有興趣嘅話呢，唔建議大家咁容易輕易 drop 科嘅 ，OK。咁所以呢個俾一個信息大家，或者補充翻頭先阿唐富所講，點解你學校咁重視 Form 4嘅時候係需要讀3個 elective？就係咁解。不過都係嗰句，都有落車機制嘅。咁我哋都見到啲同學真係讀得太辛苦，壓力好大，或者真係 handle 唔到嘅時候，我哋都有落車機制嘅。但係個機制我唔詳細講啦，我哋都好開誠佈公㗎啦。就係你8至11版嗰度呢，你會見到個落車機制係點嘅。OK， 大家可以翻屋企慢慢睇啦。OK， 好啦，最後呢，去到即係近年啦，大家都知道其實21年開始呢 CSD 就取代咗通識科呢，成為必修科目。最大個分別呢，就以前通識計分。而家就唔計分嘅 ，OK， 咁所以呢，唔計分嘅情況底下，大家係多咗課時，所以呢，修讀第3科嗰個空間呢，照道理都大咗。事實上，整體嗰個數據都顯示到呢一個嘅即係情況嘅嚇。咁啊就係由即係21年開始改革啦，跟住然之後去到2024年3年後考 DSE 呢，讀3科選修科嘅同學升到上大概4至5成。今個年度啱啱 check 咗個數據，相約都係4至5成。4至5成係咩概念啊？全港100個人考 DSE， 有4成係讀3X， 在座坐喺度嘅係 Band 1嘅學生，即係頭1/3 33% 嘅學生。即係邏輯上呢，
你應該係可以完成到最後嘅邏輯上。OK， 不過都係嗰句，如果真係中途好困難嘅，我哋都有落車機制咁解。OK。咁頭先講過啦，即係嗰個計分方法啦，或者一啲最低嘅收生要求啦，咁呢個我就唔詳細再講啦，時間關係。有個別好收生高嘅科目，佢可能真係會計足6科咯，大部分都可能係計5科嘅而家。OK， 咁所以你最撚尾第6科可以當係一個緩衝，或者頭先我所講個 tiebreaker 高低分勝負嗰個概念啦。各位家長喺 folder 裏面見唔見到有張藍色嘅附件？藍色嘅附件，嗰張附件呢，我哋早已經將8間大學所有 JUPAS 嘅資訊咧，全部變晒 QR code， 可以俾大家翻屋企慢慢睇㗎啦。OK， 翻到屋企嘅時候可以逐間 U 對邊啲 U 有興趣，對邊啲 U 嘅某啲 program 有興趣，上去睇佢 official 最重要嘅資訊，收邊科需要啦，個加成係點啦。OK， 咁全部嘢俾晒大家㗎啦。OK， 咁翻屋企可以慢慢同啲同學去睇啦。第三樣嘢，頭先我講嘅第3個信息咧，就係講協同效應嚇。咁呢個咧都係即係非常之簡單嘅概念啦。即係話你最好嗰3科選修科，起碼2科啦，讀嘅性質係相似嘅。咁呢度我有一個少少嘅總表啦，我又唔夠膽講100% 啱嘅，不過一個好 general 嘅一個概念啦。即係有啲同學如果好想讀某類嘅學系，某類我哋叫 faculty， 即係而家叫你嗰一科。一定嗰400幾科裏面會讀嘅 JUPAS 科目，我相信好困難嘅。但係某類嘅學科可能你會講到。我舉個例子，譬如你好想讀醫學嘅 health science， 咁你真係同我講揀 bio 同埋 chem 啦。OK， 因為頭先我都俾嗰個例子大家睇啦，佢加成係最着數嘅，讀起上嚟亦都係照到你舒服啲嘅，因為個科目嘅性質咧係相似嘅。OK， 得唔得？咁呢個就俾大家作為一個 reference 啦，喺個 handouts 嗰度大家都會即係見到㗎啦。OK， 咁呢個係再詳細版啦。之前咧同好多同學做咗晒 test 咧，你做完個晒 test 出到結果咧都可以配對翻嘅。OK， 配對翻嘅，咁希望可以幫到大家。所以咧，我要講嘅信息咧，關於長遠嘅升學嘅一個 planning 同高中嘅選科點樣做到一個扣連咧，3大重點，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得唔得嚇？咁去到接近尾段啦，咁大家如果嗰本選科手冊方便嘅話咧，都可以幫我打開52至到去54版嘅。咁呢個其實俾家長睇嘅，即係以往咧好多時啲家長都會來問啦，即係我唔係唔想同個小朋友傾選科，不過無從入手啊，係嘛？即係而家啲選科嘅資訊咧咁複雜。咁有冇啲咩引導嘅問題可以幫到我啊？咁所以咧呢2年我又 draft 咗啲問題出嚟啦，俾大家做下啲 guidance 啦嚇。咁我唔逐條讀出嚟啦，咁但係我好期望就係今晚大家翻到去呢個 weekend 咧，可以開展下呢個生涯規劃嘅討論啦嚇，即係都可以了解下自己嘅小朋友究竟而家暫時對於某啲科目個興趣係點啊，傾向係點啊。OK， 咁我有啲 guiding questions 去俾大家，同埋咧去到某一版咧，你會見到我專登加落去咧。就我都想家長用你嘅第一身角度分享下你嘅 career 俾你嘅子女聽，即係成日都話要親子溝通，咁有主題噶嘛，係咪？溝通有主題噶嘛，即係如果你講 career 呢個層面咧，我覺得最簡單，你讓佢認識工作世界咧，就係由你嗰份工開始講起。你嗰份工有冇啲好重要嘅價值觀？你個人有冇啲咩好重要嘅工作嘅格言？你想分享俾你小朋友聽？我希望家長可以做到呢一樣嘢。當然我都希望同學可以即係虛心啲去聽下你家長所講嘅説話啦。講開家長呢，接住落嚟呢，咁我今年有新嘅環節嚟嘅嚇。咁以往呢，有啲家長都反映就係話，無論聽幾多資訊都好呢，我都唔知自己小子女究竟佢點樣諗嘅。所以呢，索性唔好我講啦。今年呢，我邀請咗2個 Careers Prefect 呢，會用5分鐘好短嘅時間同大家去分享下當初佢揀科嘅一啲心路歷程，同埋佢都會講究竟佢即係作為小朋友啦，佢 expect 家長咧會同佢點樣傾佢嘅 career。OK 咁我哋咧 Careers Prefect 就係2位同學嘅，一位就係林樂希同學，一位咧就係方子耀同學。俾掌聲佢哋2位同學好唔好啊 ？OK。大家好，我係科 A 嘅方子耀。大家好，我係科 A 嘅林樂希。今日我哋嚟分享一下揀科嘅經歷。話咁快，方科已經開咗學3個月。記得上年呢個時候嘅我哋，仲喺度為選科煩惱。你當時係點樣考慮揀咩科㗎？
通常其他人揀科都係根據邊科成績比較好，邊科特別有興趣而決定嘅。但係其實我就冇話邊科成績特別出眾或者特別有興趣，所以我 X1、X2 揀科方面呢都係有啲困難嘅。不過呢，學校提供嘅講座，每位老師呢都介紹咗唔同科係讀啲乜嘢，同埋呢，咁我就揀咗 BA 同埋 Econ 啦。咁呢，大部分人呢對呢兩科呢都係呢比較陌生嘅。不過呢，中三呢其實呢就有個試堂可以報讀啦，咁我就知道呢一科係關於啲乜嘢，所以我就揀咗呢兩科同埋呢比較有興趣嘅 Cam。但係其他人嘅選修科都係由 Form 1就已經開始讀。對於呢兩個新嘅科目，會唔會同其他人比較會有啲吃力？畢竟其他人已經讀咗嗰一科好耐。對於呢方面，其實我冇話特別擔心，因為我覺得揀開呢一科嘅人都係站於同一個起跑線上面。咁呢，每個揀 BA Econ 嘅人都係啱先開始接觸呢一科。咁其實揀唔同嘅科目都係為咗可以更加好咁發揮自己所長。我都揀咗 BA，我哋嘅諗法好相似啊！除此之外，我 S2 就揀咗中史 ，S3 就係 VA。經歷咗一次測驗之後，我可以更加肯定中史係適合有時間管理同埋記憶力強嘅人。不同於 Form 3嘅課程，升咗 Form 4之後範圍會大大增加，我哋需要自己寫筆記去整理同埋溫習，所以初開始都會覺得有啲辛苦。但整體嚟講，只要分配好時間或者對背嘢有信心嘅人，中史會係一個幾啱你嘅科目。而 S3 嘅 VA， 我就會推薦俾對呢一科有興趣嘅人，因為喺開咗學3個月，我哋就已經完成咗11個作品。雖然作品嘅難易有差，但都需要花一定嘅時間同埋心力。讀 VA 嘅都會肯放學留低去做作品，所以如果唔係真係對 VA 特別有熱情嘅人，可以停一停同埋諗一諗自己係咪真係肯花大量時間去創作。或者會唔會有其他科更加適合呢？不過講到尾，我認為興趣就係原動力，只要有中意嘅科，不如相信自己去揀啦。聽你咁講，果然唔同科都係有對應唔同嘅目標人群。對於揀科，我覺得 Econ 係需要背嘢，背下啲 definition 咁，需要邏輯思維同埋分析能力，同埋亦都需要理解應用能力，識得融會貫通。而 BA 就適合需要時間管理好、細心唔會計錯數嘅人。Cam 就需要計數、畫圖、背嘢呢啲特質，係需要背好多嘢同埋好多功課做嘅一科。不過諗翻起當時揀科，我阿爸都有懷疑過我揀嘅科係咪真係啱我。佢亦都有建議我讀其他科，就好似唔讀中史改讀 Econ。好彩最後同佢解釋咗，中史對 VA 嘅藝術史係有關聯嘅。大學亦都有課程係需要修讀呢兩科嘅人先可以揀，所以之後佢就尊重咗我嘅諗法。所以我認為同父母攤開講自己嘅諗法真係好重要。作為子女，我亦都希望父母可以相信我同埋理解我。真係好多謝當時佢哋肯放手俾我揀自己中意嘅科目啊！我爸爸媽媽都好尊重我嘅決定，只要我唔後悔就會俾我去揀。不過有陣時太放任我，反而會令我有啲不安。其實我都希望佢哋可以聆聽一下我嘅諗法，幫我分析一下好壞，引導一下我。但係又唔係直接干預我嘅決定。其實有陣時講自己嘅內心諗法出嚟，都係想聽到一啲支持我、鼓勵我嘅説話，得到認同同埋肯定，令我覺得唔再迷茫。所以有陣時少少嘅鼓勵同埋支持都已經好足夠。希望我哋嘅經歷同埋分享可以幫到大家。多謝。好，唔該晒兩位同學。係啦，即係頭先我記得咧，我哋上半場咧成日講 elite 啊嘛，係咪？即係精英啊嘛。咁其實咧學校就唔係淨係關顧精英嘅嚇。譬如先兩位同學，好坦白講，佢哋又唔係話考頭3名、頭10名嘅同學。不過我哋都好希望可以俾啲機會去同各位同學同埋家長咧做啲分享，講下佢哋心裏面嘅啲諗法，希望都俾到啟示各位家長同同學啦嚇。好啦，咁啊去到尾二個環節咧，接住嚟就請我哋級嘅統籌老師就陳嘉瑩老師咧去彙報我哋整體嘅表現，俾掌聲 Miss Chan 唔該。各位家長，你哋好啊！咁我係 Miss Chan 陳嘉瑩老師啦。咁我中3級統籌喺派成績表之前呢，咁我就都想同家長講一講今年中3級同學呢個整體嘅表現嘅。咁其實呢，我prepare 個 PowerPoint 嘅時候呢，兩樣嘢啦 ，we learn and we play。
咁但 learn 嗰個 section 呢個咧其實係同學上緊堂嘅時候嚟嘅。咁佢哋今次第一次測驗咧，整體嗰個成績咧，我幫小朋友答咗爹哋媽咪先。點解今次考成咁㗎？咁因為中三咧，其實即係應該小朋友都有分享，就係佢哋今年要應付好多科。即係今次嘅測驗咧係考10科嘅，其實佢哋有。咁佢哋咧喺分配時間，即係幾時開始準備温書呢一度，我覺得要再加強嘅。咁嚟緊我哋嘅 exam 咧係1月啦。咁我哋今年嘅聖誕假好長，希望同學係早啲開始温書，早啲分配時間嘅。咁同埋咧考試卷啊，我哋測考嘅卷，因為今年中三咧係要銜接高中嘅課程。所以嗰個難度一定係我哋會有調節，係希望銜接高中呢。咁所以卷係一定比中一、二係深咗。咁同學亦都會見到啲高階嘅題目啦。咁所以我哋嚟緊都會即係各科嘅老師都係會加強翻訓練，即係要應付一啲高階嘅題目。咁所以少少嘅即係提議啦，就係呢個建議就係備課反思。今日收到成績表，而家你未係你只係第一次嘅測驗啫嘛。咁我哋就係透過反思啦，不斷去努力啦。呢個係一個 process 嚟嘅啫，仲係一個過程嚟嘅，不斷進步。咁希望呢，就係透過你哋嘅反思啦，認清自己嘅強弱項啦，可以喺嚟緊嘅 exam 一齊進步嘅。咁而我哋亦都上堂，因為今年新嘅3年計劃呢，我哋係會多咗好多互動嘅學習啦、協作學習啦。希望上堂呢係有多元化嘅活動。有陣時佢都會用手機，去到中4呢都會買 iPad 上堂用嘅。咁所以有陣時見到同學攞住部電話，除咗話你係咪打緊機啊，可能佢都係做緊一啲同學習相關嘅活動嘅。咁我哋可以再即係睇一睇啦。咁 so we learn and we play。咁你可以同媽咪、爹哋講翻，呢張相係幾時影嘅？咁就係啱啱咧，我哋學校 school picnic 嗰陣時影嘅。咁喺旅行日咧，我哋見到咧同學佢哋個氛圍。喺玩嘅時候，佢哋又會好落力啦，因為佢哋代表自己班去玩啦。咁同埋咧，佢哋今年咧係佢哋自己準備嘅燒烤嘅活動。咁我影咗好多相，即係作為老師我都好 impress。原來啲同學係，我相信你哋喺屋企係有幫手整嘢食嘅，即係同屋企人相處應該唔錯。因為見到你哋咧唔係坐喺度翹埋手，有啲同學仲會燒埋嘢食俾老師㗎。咁所以我哋即係作為老師都係呢一日好開心，同同學一齊過咗好愉快嘅一日啦。咁其實咧嚟緊呢，仲有好多活動嘅。我哋下星期有陸運會啦、聖誕聯歡啦、歌唱比賽啦。咁所以可能同學嚟緊有啲時間會留喺學校留多一陣，晏少少翻屋企，因為佢哋可能要練歌啊咁樣。咁下學期嘅 OLE Days 咧都有個節目預告啦。我哋係會有個教育營，係一個3日2夜嘅教育營。咁希望都係透過團隊合作啦，提升佢哋嘅解難能力，令到佢哋成為一個更有自信嘅人咯。咁喺呢一年呢，其實中三係真係充滿挑戰。頭先接收咗咁多資訊，要揀科啦，要即係真係生涯規劃啦。咁希望呢一年呢，家長啦同埋學校我哋老師可以繼續攜手支持學生嘅成長，希望佢哋喺學業同埋個人成長都可以不斷進步嘅。咁我今日嘅分享就去到呢度啦，接住落嚟應該就最緊張嘅時刻啦。好，唔該晒 Miss Chan。咁咧去到最後啦，嗱，我想各位班主任都幫手準備下，因為咧唔好意思啊，因為初頭我入場我哋諗住係分班坐，我知道可能最尾冇做到，唔緊要。嗱，我哋咧分4個角落，咁喺我喺我嘅右手邊咧，右下角咧就 A 班啦，跟住右上角 Boy 班啦，跟住然後咧左下角啊劉 Sir 係 C 班係咪 ？OK， 跟住Miss 嗰邊咧就係 Dog 班嘅 ，OK， 手頭上面佢有晒啲成績表㗎啦。嗱，幫我做2樣嘢，第一，我想同學順翻 class number， 逐個去翻你班主任手上面攞翻張成績表，呢個第一。第二，各位家長喺度等待嘅時候，我想你攞你嘅手機出嚟，麻煩嘟一嘟個 QR code。咁對於今日無論係 PDA 大會定還是我哋 career 嘅講座，俾翻啲 feedback 我哋嚇。咁接住嚟呢就做呢個工作。好，各位可以行動啦。OK， 1號、2號、3號可以慢慢出定去。咁喺班主任手頭上面攞翻張成績表，唔該晒。